今日我哋嚟一個，我而家正在配備緊，而家周圍人，咦？我點解唔玩嘅？我今日諗住玩3連發佈場，就係呢一個組合。對面幾似高手咁嘅，冇勁啊！還叫玻璃人，他是把你，哇 RPG，Oh my god， 太惡心了吧！這是 RPG， 好爛啊！你喺宮中，你唔用。你可不可以厲害一點？我真的太菜了。GK， 看就多亮，看這小亮好嗎？你看他多厲害。但是我隊友站在這裡幹嘛？嗯，他想死啊！那個傻逼真是，他幹嘛？他大傻逼我！不想了，我要死了！我這個隊友肯定是傻逼，我不是傻逼，我其實，他打到你，一堆垃圾。垃圾切就多呢，就发生不来的，sorry， 还要看这个练呢，不够厉害呀！然後我都唔中喎 ，OK， 身材，自己行兩個嘢到，你當。喂，嘿，你們還是太菜，你們哇，我的隊友有那個鑰匙東西，唔中咯喂，唔合理喂，點解唔中啊？中啦！玩火箭炮都要有預判嘅，因為佢射嘅速度唔快嘛，所以要預判一下佢嘅位，佢要行邊一步，跟住再射。睇下佢發射速度唔快。我一下咪好啦，我唔係嘅話可以接到你哋。賤格！間隔，這東西，都死了，不出東西了。哇，這種劍招，了解的多呢。輸不起就別玩兒。太菜了，菜不練，他說，超人頭啊！這個傻逼的，太菜了。拜拜了各位。